从最早以前选故以前我们开直播都好好做生意啦，跟外界的直播台没有任何的争执，也没有任何的吵架啦，全部都没有啦。最近就在最近这个月开始某一台直播台处处的针对我们直播台一直朝我们这里拉拢客人过去一直私密我们客人，一直攻击我们直播台。每次我们开直播上来，就开假账号来攻击我们从这时候开始3月份开始公司我们公司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前1个礼拜几乎都没什么开直播几乎没什么开直播。开直播上也不是卖东西，为什么？我们已经开完一个会了。我们今天不管我不管你们哪一台针对我们你觉得我们小台嘛，很好欺负嘛？我干嘛不给你看我们很好欺负，然后别台都不好欺负，比较大台嘛，我们卡小台吧，不要紧嘛。我们开会出来了啦，我们开会整个出来了。我们今天再怎么没赚钱我们嘛是给你弄死啦，你了解不？我不知道现在那个直播台有没有在看我们直播他连我直播台知道，凯宾的、潘英武的，几乎全部的人的直播台都知道了我知道了。他看我们直播也不会开真账号了不会开真账号了。最近我们有发现他用的那是假账号在我们直播台陆续的出现，不止在我这一台潘英武那一台也有胡凯宾那一台也有佳佳那一台也有你如果说今天出现在我这一台可能你针对我而已只有针对我而已但是不一样今天你每一台都去那边在那边闹，在那边3炮2炮那也就是跟我们公司作对嘛你条干咩跟我们公司作对嘛，不要紧嘛不要紧嘛。我可以跟你们说我们全部公司的货我可以全部要不要赚钱来赚死你了解不？了解不？你说我们台看我们台没有看我们台怎样用送的我们台要倒台了我跟你讲没这种代志什么东西那用送就是要倒台你是什么观念我就问一下各位朋友，他说我们今天开直播不管价钱喊得到喊不到全部的东西那用送的就是了钱有这种代志，有这种观念我只能跟你讲有些人的想法是我们了钱在卖给他们福利回馈给粉丝有些人的想法是我们准备要倒台要收起来了，所以赶快东西送一送，赶快把剩余的库存卖掉了。那我只能跟你们讲我们公司是不会倒的我们的把苦就顶的我们的后面的实力很硬你懂吗？我今天不管是哪一台你要屌弄你要在那边撒炮冷跑，我不管我只能说你越针对我们我们就越撞死你而已弄我的戏，你今天不管你说一瓶我问一下我真的想不到我真的想不到有哪一台直播台一瓶人比我们家多人比我们家多有吗？各位朋友，你们觉得哪一台一瓶比我们家多我们仓库老邱那一天开直播有带你们逛过吧？整间仓库的一瓶我敢保证没有人比我们还多货再来你说黄金黄金类的我们款式好几百种好几千种也没有人比我们多嘛，没嘛？没有啦，没有嘛？你再说钻石嘛，钻石也是一样全部的钻石有哪一台比我们还多？干宝宝嘛？好像也没有好像没有吧？说别台说抽钻石抽黄金有抽吗？然后再来各位朋友，我问你们一下你们有想要看那个他们酸民自己创的群组，想看他想看你们有想要看他们酸民自己创的群组，想看他想看好不好？我们是真的是忍很久今天做一次跟各位朋友讲你们有想要看那些所谓的酸民网军他们是怎么操作怎么作业流程的？各位朋友，你们想看的朋友帮我刷想看2个字做一次跟你们讲有想要看吧？我让各位朋友知道他们酸民以及同行的创假账号要来针对别台的是怎么样作业，我跟你们一次讲完来，各位朋友想看的先刷想看
哦，你说哪一台不敢抢哦？我跟你讲啦，现在那台在卖一品的啦，还算蛮大台的啦，但是还差我们一点啦。他现在在卖一品的啦，还算蛮大台的啦，但是还差我们很多啦。你了解不？讲一下，不要说为什么我们不要直接公布，做人留一线，你有听过不？做人留一线。来，各位朋友，想看刷起来。有没有想要看酸民啊？怎么做？你想要看的朋友来录起来啦。来，有想要看的先刷想看。不要说都是我们在讲啦。证据这里都有啦，想看录起来啦。他们酸民啊，自己创的群组，他们的作业流程、作业方式，你们知道吗？来，各位朋友。这些酸民我先讲啦，都是有人在养的啦，有人在后面操控的啦。我们各位朋友，我再跟你们讲一下啦。脸书之前有一阵子扫毒、扫账号，只要凡是没有用过的账号或者假账号，一律都会被清除。这一些可能同行的或者有心人士去养了一堆账号，要来攻击那一些啦。各大直播平台啦，做得好的那一种，做不好的也有。就是看谁不爽就针对谁，懂我意思吗？来，你们各位朋友有没有想要看？想看？我想要看无啦。你们不要说我们都在演啦，都在干嘛啦？要拿给你们看，有没有想看？想看刷起来啦！录起来啦！想看的朋友刷起来，来啦！线上各位朋友给你们看一下，来，这个酸民啦，叫董塞康啦，他们酸民就是会有一个后援会，每天都会把他们要针对的各大直播平台分享到这个后援会里面，然后让这一些后援会的所有酸民去攻击这个直播平台。我们公司嘛，被PO嘛，还有谁看一下？这个不重要。来，再来，连之前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影片，他们也要PO啦。你有没有看到？几乎都是我们直播团队被拖了，为什么？因为就是针对我们嘛。PO一堆阿萨布鲁的，有看到？好不好？针对一些有的没的，这就是酸民啊，各位朋友看到吗？这一些就是酸民啊，那连这个高萌姐也要 PO 啦，有没有？他们就是 PO 上去就会针对那一台的直播主啦，有没有？几乎都我们台啦，有没有？有没有？几乎全部啦，针对我们台啦。来，为什么我们涨那么多？你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涨那么多吗？有想要知不？来想，有想要知不？各位朋友，想知道的朋友刷想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都没有想到啦。没有想到他们这酸民群里面呐，有些那个酸民，他是很好的那个酸民，他看他们的行为做不下去了，跑来跟我们告密了，你知道吗？你知不？并不是所有的酸民，我就说了啦，并不是所有的酸民都是这样，都是不讲情的，都是讲每天的，只有大部分的，有些部分的酸民啊，讲每天尔了。这有些部分的酸民讲没听了啦。那些酸民就分两种啦，第一个同行创的啦，第二个有心人士啊，这样各位朋友懂吗？你们知道吗？我就说了嘛，做生意各凭本事嘛。你不需要耍那些小配包啊、小动作啊来冲康我们的台啦，没必要那啦。没那个必要，知道吗？如果再让我们倒台拿出你的实力，好不好？有种啦，不大威啦，跟我们一样都用送的啦，卖烫钱啊，看你会使无啦？看你会使无啦？有本事的话，你们拿自己家里的东西出来送啦。不要整天说看别台送东西送到你们眼红就来攻击别台，懂我意思吗？好不好？这一档开起来一样呢。我一样，我先讲了啦。那一台直播台啦，越针对我们嘛，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我今天呐，你们看到我手上这些啦，全部啦，我都不计较成本了啦，都买几了啦。我都不要钱了啦。今天呐，全部的东西我都拿来送掉。你越看我们越没有嘛？你觉得我们送东西还有你们做生意做不好嘛？你越来弄问题嘛？我紧嘛？我紧啊！我的物件就多啦。我每天都在进不一样的东西来给你弄啦，快点送我啦！给恁兜所有的物件弄给你死。我看你直播卖什么，我就进什么给你弄死。你有欢喜不？你有欢喜不？你
林北就是这鸡掰啦。啊，林北就是这么机车，这么鸡掰，会很干。啊，拿出你的实力，好不好？你不要在后面耍那个小配包啦，不好啦。哦，就算啦，我跟你讲啦，就算今天是公司啦，没有要送东西啦。哦，林北啦，林北也是啦，自己掏腰包出来啦，买东西来送粉丝啦。啊。